这段时间嘛，要多多来关心咱岛的老长辈。意思讲，老大人的免疫系统较差，生理上嘛较脆弱，真会因为疫情影响到心情。尤其是本来就有忧郁或者是失智的老大人，更加有心理的负担。国内的医师就来提出着长辈防疫的5字诀，加上照这5个秘诀，就会当帮助咱的长辈减轻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。代代病院加强防疫管制，即摆病院的民众虽然排队排甲真长，但是医师讲，其实有真侪长辈最近因为心理因素，唔敢来看病。我的门诊里面，我看起来大概有3成到4成的老人就没有来了。疫情影响心情，何况本来就有忧郁症或者失智症的长辈，心理的负担愈大，厝内人应该安怎帮忙？周围的人呢，面对这些老人，用比较平静的心，跟他们用平时的话，简单的解释目前的状况。台大病院精神医学部的主任黄宗正，对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，提出长辈防疫5字诀，平常心转动，厝内人会使平心静气，减轻长辈的焦虑。甲长辈讲，担心未知是正常的，主动关心长辈，互因放松心情，转移注意力，加做寡户外运动，保持距离。疫情期间应该看医生，也是爱去看，以免小病拖到变大病。陪长辈到病院嘛要注意防疫，挂喙暗，较接洗手，唔通随便去摸病院的物品。陪病者会使早打洗手，注意长辈手部卫生，让有病毒影响健康。